為鼓勵生育及締造更有利嘅育兒環境，政府推出新政策，育兒家庭扣稅額加碼2萬，即刻睇下你有冇份。政府宣布自2024-25課稅年度起，與子女同住納稅人可享受更高嘅居所貸款利息及住宅租金扣除限額，由現時嘅10萬元提高至12萬元。符合資格有4項：一、納稅人須喺有關課稅年度內同子女喺香港同住至少連續6個月，或者經稅務局局長認可嘅較短期間。二、子女必須喺2023年10月25日或者之後出生，並喺該課稅年度內未滿18歲。三、納稅人支付嘅居所貸款利息或者合資格租金金額，須超過該課稅年度嘅基本扣除限額10萬元。四、納稅人須以書面方式選擇同時使用基本扣除限額及額外扣除限額，以釐定可扣除嘅總金額。居所貸款利息及住宅租金額外扣除計算，如果納稅人係住宅嘅唯一擁有人，並以該住宅作為主要居所，每個課稅年度可使用嘅額外扣除限額為2萬元。若納稅人係聯權共有人或者分權共有人，額外扣除限額將按擁有權比例減少。如果納稅人為合資格租賃嘅唯一租客，並以租賃住宅作為主要居所，每個課稅年度可使用嘅額外扣除限額為2萬元。若合資格租賃下有多名租客，額外扣除限額將按租客人數比例減少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資料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祺。